老师虽然当组织工会，也毋过无完全适用劳基法，有加班嘛无一定当申请加班费。教师团体今仔就呼吁新政府应该爱重视老师的劳动权益。 学生囡仔假日出去比赛，户外甲学顶活动满满是，但被动的老师伫假日出勤却无一定领会到加班费。教师团体指出，目前无共县市、地方政府有无共款的规范，只有台北市、桃园市、台中市以及宜兰县对老师领加班费有明确的规定。其他的县市公立学校的老师就要家己来争取。教师团体咧替因争取权利的时阵，嘛定定爱伫学校甲教育局之间扯把柄。我们谈完之后，你教育局要核可。 所以基本上等于学校我谈了半天，大家劳师动众，然后学校跟我们一起谈论了很多东西，可是到最后你教育局说没有不行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其实是要做一个改变哈。全国教师总工会甲台湾各地方的教师团体对4年前开始提出重视老师加班费的呼吁，但全教总表示到今仔日也无看到中央政府有具体的作为。520新总统已经就任，伊嘛对新政府来发声，望教育部会当定一个全国统一的规范，让全国的老师拢受到同款的保障。老师可以组工会已经13年，这样一个一般民间企业都可以基本做得到的，我们在现在的全国的公立学校还没有办法有这样子这件事情，请新团队应该要结合各部门积极来处理。 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表示，这阵啊因走200多间高雄的公立学校，目前是有3间透过团体协商的方式，甲学校达成老师通领加班费的共识，嘛开始进入地方教育局的核定流程。高雄市教师职业工会嘛呼吁地方政府爱慎重来做决定。记者王考选、柯明在台北报道。